場賽事，女王銀禧紀念杯準備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合夥奔馳應聲彈出啊，咁啊見到呢隻嘉應高升已經走咗上去啦。內欄第3位嘅金鑽貴人啦，驕陽明區第4位啊，第5位埋邊紅運帝王啊，中間嘅馬有精算暴雪啦，再中檔咗手機標馬啦，中間混眼罩包裝天象啊，暫時跌下一隊橙衫陽光勇士啊，我哋喺個黃眼格仔3位嘅標誌銀河嚟㗎，好啦，過10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合夥奔馳放嘅，跟住第2位嘅嘉應高升啊，第3位外邊咧就手機標馬上咗去啊，埋邊咧個黃金第3位嘅金鑽貴人啊，中檔第2嘅馬驕陽明區啊，埋邊第6位紅運帝王出邊粉紅眼罩包裝天象啊，呢3係精算暴雪啊，連後一隊橙衫外邊陽光勇士，埋邊咧就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都仲係合夥奔馳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咗上嚟啦，入邊位置有金鑽貴人，後多層啊嘛，驕陽明區喺個馬路。